宣调，来啊，咱着爱屈心敬拜，伫创造咱的耶和华面前跪落，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草场的羊，是伊手的百姓。现在请咱大家平安好咱的心，咱们做一三甲来祈祷。全能慈悲的阿爸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但原本阮人类所犯的这个罪，地上帝你已经启查着阮，就是因为主要所基督的宝血，接受了挽回者，也改变了上帝对人类的这个受气。因着主要所基督的宝血，来洗清去了阮的误会。互阮搁一摆甲上帝好好感谢主你的大疼痛。但今日美国已经由这个新的总统来掌权了，我求上帝赐福，互新的政府所有的这个文武百官，拢会通遵照圣经的真理来治理美国。但随望国会两党有真无共款的这个理念，总是毕竟大选已经结束了，美国社会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两极化。现在是恢复团结合一的时阵了。我要呼吁遐个无共款政治理念的人，也着爱彼此相尊重。对待以后，美国伫这个病毒疫情吞塌的下面，伊原爱为着病毒的疫苗的研发，以及疫苗注射的这个普及化，佮着爱继续来拼经济、安定社会，而且嘛爱来拦阻迄个将来要来的这内忧外患，以及来消除种族的这个歧视。何必阁真正阁一摆伟大起来？但阮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宝血，要来宣告，要来洁净阮，保护着阮。互新的一年，新的政府，互阮会通看到有新的未来。何必阁一个新的愿望？但今日阮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要来敬拜阿罗尼，恳求主你来怜悯阮，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做伙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食做上帝赐福的管道。现在恳求主，先来清起罗卜的嘴。圣神也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阮诚心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子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人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第1节，所以咱已经对神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也瓦靠伊对神来入地，现今所大的恩典，搁仰望上帝的阳光来欢欢喜喜。
那安尼，就是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在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愿望，也愿望无得到见效。因为上帝听对所想出咱的圣神来管压咱的心，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即特别咧，学路，着学路，我的主。万国万民啊，着学路我主要无法，着称颂伊，因为伊是主爱，也互我相信一定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国万民啊，着学路我主要无法，着称颂伊，因为伊是主爱，也互我相信一直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将要我主更伫我面前，我将要我主更伫我的面前，我将要我主更伫我面前，我将要我主更伫我的面前，因为我正变，我就袂了叮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心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我将要我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要我主放伫我的面前，我将要我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要我主放伫我的面前，因你替我也变，我就袂有叮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心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我将要我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要我主放伫我的面前。我将要我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要我主放伫我的面前，因伊伫我正面，我就袂有叮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心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
主耶和华，就称颂你，你是主爱耶和华，诚心依靠耶。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国万民啊，叫我主耶和华，就称颂你，为你是主爱耶和华，诚心一直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就耶和华我主，跟在我面前。我就耶和华我主，跟在我的面前。我就耶和华我主，跟在我面前。我就耶和华我主，跟在我的面前。你在我前面，我就袂有紧张，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足心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我将耶和华我主放在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放在我的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放在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放在我的面前。你在我前面，我就袂有紧张，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足心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我将耶和华我主放在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放在我的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放在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放在我的面前。你在我前面，我就袂有紧张，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足心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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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国万民啊，叫我主耶和华，就称颂你，为你是主爱耶和华，诚心依靠耶。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国万民啊，叫我主耶和华，就称颂你，为你是主爱耶和华，诚心一直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
面前。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的面前。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面前。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的面前。你伫我这边，我就袂了叮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心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面前。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的面前。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面前。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的面前。你伫我这边，我就袂有叮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心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面前。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的面前。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面前。我将要好，我愈放伫我的面前。因你伫我这边，我就袂有叮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心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乡亲、士大、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祝恁旧历的新年快乐！在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就任这个典礼的顶面，有一个22岁，这个非洲的这个华裔，是女诗人，叫做 Amanda Gorman。这个查某囡仔伊接受这个邀请，上台来读伊所写的这个诗。这个诗的名就是讲，咱爬上这个山坪，伊发出一个问题，问大家讲吼，讲当日时来临的时，咱免问家己，咱伫无共这个一命的中间，哪位有这个亮光呢？针对美国国会这个暴乱，伊呼吁都要团结起来，都要合一。伊叫和好，所以伫这个正人的掌声的背后，这个少年人的这个诗人，伊对细汉就这个听声音，甲语言上这个脱爱，伊必须要接受这个语言的治疗。所以伊并无受到真大影响，伊反倒认为这个脱爱是上帝对伊遐来这个祝福。上帝来这个礼物以及互伊的馈赠，所以就开始大量来读册、来写作，而且也真积极来参与伫这个种族的这个歧视、妖恶等等这个街头运动。所以这个诗人就问讲，咱讲伫叨位有光呢？
到底伫倒位有这个光呢？所以当咱踏入这个2022年的时阵，咱处在伫这个疫情继续威胁下面的这个世间人，种机会，咱会通看到一个崩坑内有一个伊前尾有一拍这个光明的亮光伫倒，咱的愿望拢是放伫这个疫苗这个研发的顶面，希望这个希望的这个疫苗会出现，会当结束这个疫情，互咱以前这个生活。真感谢主吼！啊，我个牧师娘伫顶礼拜5已经注到第一剂的这个疫苗，2月19，我要去注第2剂的这个疫苗。咱每一个人拢可以拄到真侪烦恼的代志，那么这个烦恼是不是一定是唔好的代志呢？无一定哦。互你为人烦恼的代志，往往是一个转机，是一个新的机会呢。保罗写批予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培训中间，保罗在责备教会混乱，哥林多教会信徒真有烦恼。保罗讲，烦恼有2种可能性的结果，是互人沉沦呢，或者是互人得救呢。伊的差别就是伫这个烦恼顶面，你是顺探上帝意思的烦恼呢，还是照着世间人的想法的烦恼呢？那今日这个圣经罗马人书第5章第10到第5节，有出现2遍的这个欢欢喜喜。第20节讲欢欢喜喜，毋望上帝的这个荣耀。第3节就是伫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欢欢喜喜原来的意思就是夸口的意思。当一个人有通夸口的物件的时阵，伊的心就会欢喜快乐起来。这个物件是愈贵对当愈宝贝的时，伊就会那夸口更较大。保罗所强调的这个欢欢喜喜，是咧鼓励着咱，着爱因为咱所得到的救恩来夸口。基督徒因信称义，罪得到赦免，咱就进入这个恩典内面。这就是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全世界上界宝贝这个救恩。所以呢，当一个人若是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伊的心就欢喜，伊的灵就会快乐起来，也就会通欢欢喜喜来夸口。彼得嘛有同感哦。伫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彼得讲吼：恁虽然无看过伊，却是疼伊；如今虽然未得看见，却因为信伊，就讲袂出来，莫用讲这大欢喜。世界上有真侪忧闷的，每一个人拢需要有这个欢喜快乐的这个心态，尤其是伫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咱都爱有这个心态才对。有一个调查发现吼，人的一生快乐的时间只有占20%尔，所剩的时间拢是活伫这个困难压力的下面。伫这个全世界最畅销的这药啊，竟然是安眠药呢！伫过去1年来，伫疫情压力的下面，这个抗忧症、抗忧郁症的药啊，竟然是最受欢迎的药啊！所以呢，有80%的这个病是对心理因素所引起的。你敢要相信？圣经早就予咱有这个忧症的这一条药啊呢，一条这个秘方。箴言17章22节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互骨孤大。保罗先生的培训佫讲，就常常喜乐，无停止的这个祈祷，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向恁所定定的这个旨意。咱只有好好来听探上帝的话，并且按照安尼去做，心中有喜乐，咱就毋免惊这个病毒的这个搅扰。所以对今仔日，咱所引用这个圣经保罗提出5个理由，甲咱讲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在欢欢喜喜，这非常的重要，才能解记起来有5点头一个理由，咱应该在欢欢喜喜，是因为咱已经甲上帝和好了。既然因信称义，就照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甲上帝三和好，咱阁照着伊，并信伊，得到进入现在所徛的这个恩典中间，而且欢欢喜喜仰望上帝的这个荣耀。人甲人的中间的和好，毋是真简单的代志，因为这需要双方面的心态甲愿意。总是呢，人甲上帝和好，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只要人愿意，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伊就会通甲上帝和好了。所以，当人愿意甲上帝和好的时，是带着平安来到上帝面前。咱毋免担心上帝会甲咱现这个故效，以及前所得罪上帝的代志，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甲咱抹掉了。所有这个控告咱的这个罪状，嘛拢总已经披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义，伊欢欢喜喜来迎接咱，通进入上帝的厝。咱也着用欢欢喜喜的心来享受悲痛，互主耶稣来抱着这个快乐。咱无过再是一个流浪汉，咱是一个囝儿，是一个护士，是一个法定的这个继承人咯。第二个理由，咱应该欢喜的，是因为咱已经是进入这个上帝的恩典中间。因信称义的人已经脱离黑暗这个势力，这个上帝光明的国度，叫做上帝的囝儿，来享受天顶的这个老爸所有的这个恩典。上帝恩典有顺境的恩典，嘛有逆境的恩典呢。有这种看见的人，就当欢欢喜喜来过这个日子。我想你拢应该捌听过这个导演或者李安的这个故事吼。这李安伊捌伫台湾拍过一篇这个电影，做《少年派的奇幻》的这个漂流 （Life of Pi），引起真大这个轰动。故事是咧描写一个16岁印度的少年家叫做派，伊的老爸有一间动物园，伊饲了真侪这个动物，所以这个派伊对细汉就甲这个动物来做伙来长大。后来因全家就带几只这个动物坐船要移民来到加拿大，毋过呢伫半途去拄到大风台，我船速破去来沉，全家人拢淹死了，只有派甲几只动物客伫一台这个救生船顶面，其中有一只450磅的这个虎，这个虎腹肚真枵，所以将所有动物拢甲伊食了。最后，这只虎嘛开始咧笑想，要来对入这个少年家啊，是要找机会来甲伊吞落去。这个少年人派，伊必须真小心来保护家己。最后经过227天的这个紧张因得救。后来这个少年家就知影讲，后来才醒悟起来，讲世事若无一只虎所带来这个紧张、互动甲背叛，伊真可能早就失了这个求生的意志。所以原本互这个威胁到伊的活命的这个猛兽，竟然是上帝要收束伊活落去的这个恩典呢。第三个理由，咱应该欢欢喜喜
因为呢有荣耀的五芒，荣耀的五芒是包括着永生、正性甲德性，将来这个荣耀对咱有真大这个吸引力。人用尽一切办法，拢是无法度来逃脱死亡的，也无法度来避免这灾难。总是呢，咱借着主耶稣基督，通得到永远活这生命，甲讲袂出这平安。面对死亡，咱就无搁再惊吓咯；面对着困境，咱就毋免搁忧闷咯。第四个理由，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伫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无一个人是欢喜这个患难的。伫即困难中，真少人会当欢欢喜喜的，除非是伊真正有把握，伫即个患难过后，有一真特别的好事要临到，伊才会欢喜。患难伫咱的人生中，毋是最后目的，就是一个过程尔尔。上帝互咱拄到这个患难，最后目的就是要互咱伫这个患难中来生出吞忍，对于吞忍来生出这个老练，对于老练来生出五芒，五芒就无抵靠见效。因信称义的人是经过去这个患难的考验，因为上帝的疼，做伊的这个靠山，患难反面的叫做锻炼。造就咱的活命，互咱的生命搁较老练，搁较丰盛。这个就是上帝要授予互咱的这个好处。第五个理由，应该欢欢喜喜的，是因为圣神将上帝的疼，亲像恶水伫咱的心中。这个浇灌恶水这个字是形容落大雨。咱的水就拢已经满出来、滴出来了。这个恶水这个字，互咱体会到上帝的疼甲慷慨。伫这个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保罗先生讲，上帝为了疼伊的人所备办的，是目睭毋捌看过，是耳孔毋捌听见的，人的心也毋捌想到的。所以咱的慷慨的上帝，将伊的疼。这么丰富的赏赐予咱，咱最望买欢欢喜喜会笑出来呢。伫这个芝加哥，设有一个叫做末日的这个警报钟，是由一群原主的科学家伫1947年所创办的。这么这个科学家的中间，袂少人是参与伫这个制作原子弹的科学家，因拢捌看过原子弹。伫日本的这个广岛、広島，伫东京这个長崎爆炸的这个灾难，所以毋通借着这个这个末日的警报钟，要来提醒世间人这个末日的危机。最近我有读到一首诗讲所有美善的力量。这首诗的作者是潘霍华，叫蒙辉法。这个牧师，伊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也是参与伫这个暗杀希特勒的这个叛国者，所以受掠伫监狱内底。毋过伊伫监狱开始伫写这个诗。这个潘霍华、蒙辉法呢，这个牧师伫监狱内底，伫迎接1945年的新年的来临。迄个时阵，伊并毋知外面的局势是啥款，伊嘛无最新的这个前线作战的这个消息，伊拢总毋知影。当时这个德军已经节节来败退，伫专门帮盘的这个边缘，伊拢总毋知影。这个潘霍华、蒙辉华牧师为着要避免去联络到其他的人，伊就放杀逃离这个加加的计划，伊备办心要来迎接这个歹命运。1944年12月，看来是上歹过这个时刻。伊就写了最后一首诗，就是所谓这美善的这个力量。这个潘霍华、蒙辉法牧师这首诗是五芒，毋是对新世界这个局势，也毋是对一个一厢情愿、乐观的这个想象力，乃是对伊对上帝美善的这个确信。这是一首带着这个五芒的诗，
这是伊人生最后一个过年，因着对上帝美善的确信，虽然伫黑暗中，这个潘霍华蒙菲华牧师意识到所有的美善规律渐渐来包围伫耶稣周围。咱爱带着这个无比的这个盼望来面对这个新的一年，因着对上帝总管的信心，就是咱眼前的这个环境，互人无乐观的这个理由。不过呢，这个潘霍华这个蒙菲华牧师，伊经历到所有美善的力量奇妙的这个包围。第四，死了无几天，德国就战败投降。所以是死到真冤枉吼，也是真无彩。他亲爱的姊妹，2021年的日子，检测会比这2020年更加歹过的呢。咱伫2020年所看到这灾祸，检测伫这2021年检测会更加侪呢。因为2021年是比2020年更加接近这个末日咯。圣经讲，末日有真大的灾难会临到咱呢。不过呢，你甲上帝关系那是真亲近，佫是相通的时。你的回归是你的这个频率，甲上帝频率的是该调好势，你就要有新的人生观，甲新的这个价值观，是照上帝应允伫患难的日子，你会当进入伫伊的这个避难所。就亲像进入这个哪爱大船内底，咱的活嘛得到保全。你的名会刻伫上帝的这个手底下内面，上帝伊会保护你，亲像你保护这目睭人一样。有上帝的听陪伴着咱是毋是爱欢欢喜喜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呢？所以祝恁大家过个年拢快快乐乐、平平安安。阿们。那这条后边来吟所要编的诗，就是回应诗歌。今仔日咱就敬圣来祈祷。那么这首诗歌就是咱的故乡台湾人所熟悉的一个歌谣。那么现代基督徒就将伊改编，写作这个福音诗歌。就是目的是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得提醒咱，就要敬圣来祈祷。歌词是安尼讲吼，有3节，第1节讲，今仔日咱就敬圣祈祷，若无会跋倒。满天遮看一片乌云，互咱通烦恼。人有千算，毋达到天算，免阁烦恼。有主通靠。大风大影，免烦恼。第2讲，万事拢是互相效力，对咱有利益。主若赞咱，收出咱气力，咱的确要出头天。阮爸的这个荣耀日后要证明上帝公义信实。同心牵手，求主赦免咱，怜悯咱。第3节讲，上帝恩典教育咱用，毋通心犹豫。咱是伊所听的囝儿，的确无放离，咱就吞忍，提出勇气，搞到倚靠主。主拢总知影，伊会替咱来开这个活路的。今日咱着敬圣祈祷，若无会跋倒。满天遮看一片乌云，互咱通烦恼。人有千算，毋达天算，免阁烦恼。有主通靠。大风大影免烦恼，万事拢是互相效力，对咱有利益。
自那战难输难亏难，的确出头天。阮目荣耀，日后正月，上帝公义是现实。当心牵手，救主赦免你危难。上帝恩典高业咱用，唔通心摇意。咱是伊所听的囝日，的确无放弃。咱就吞入，提出勇气，交托我苦主。主拢知影，伊会替咱开活路。主拢知影，伊会替咱开活路。今日咱着结识伊，都若无会我度。我天正看一片乌云，互咱通烦恼。万有千顺，不怕天霜，不免可烦恼。有主通靠，大风大雨免烦恼。万事拢是互相效力，对咱有利的。自那战难输难亏难，的确出头天。阮目荣耀，日后正月，上帝公义是现实。当心牵手，救主赦免你危难。上帝恩典高业咱用，唔通心摇意。咱是伊所听的囝日，的确无放弃。咱就吞入，提出勇气，交托我苦主。主拢知影，伊会替咱开活路。主拢知影，伊会替咱开活路。这条请咱同心阿头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宝贝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今日对这个新约罗马人书第5章，对第1节到第5节内面，互我来思想，欢迎迎接新年这个主题。因为后礼拜拜5就是过了过年咯。在今仔日这个信息内面，互咱看到今日所引用的这个圣经在内底，保罗先生伊提出5个理由，甲咱讲，为什么基督徒应该着爱欢欢喜喜呢？第一个理由就是，咱已经甲上帝和好了，所以咱着爱欢欢喜喜。第二个理由就是，咱已经进入这个上帝恩典内面，所以咱着爱欢欢喜喜的。第三个理由是，因有这个荣耀的愿望，所以咱应该着爱欢欢喜喜。
伫第四个理由，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伫患难中也是着欢欢喜喜。伫第五个理由，因为圣神将上帝听，就着压水伫咱的心中，所以咱应该在欢欢喜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但今仔日，咱犹原要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咱的故乡台湾以及全世界来祈祷，求求上帝来祝福咱所徛起的美国，咱所徛起的台湾。我这个希望病毒因着这个疫苗的帮助，会当回归这个平静健康的生活。但同时要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们。但这条牧师要甲恁祝祷哦，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最后所记到恩典，圣神保守所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到记做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们。亲爱乡亲，时大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这个网络礼拜，伫这个线就过一段路。咱望伫后日，搁一摆，共这个时阵，伫空中三角来见面。愿天父上帝赐福你平安，大家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